歡迎各位收睇今日嘅澳門萬象。大家好，我係劉宗志嚇。民生方面話題繼續關注同住屋相關嘅議題啦。睇翻澳門半島未來最大規模嘅青洲公屋群咧已經陸續有好多單位係建成咗，咁亦都會有2000幾個單位，預計喺年底前就會動工㗎啦。澳珠新通道就要開在南澳批發市場所處的青洲，跟澳門半島最大的青洲方公屋群近在咫尺。其中首批即將完工的樓4地段可提供500個經屋單位，不過同區新建的770個公屋單位，連地基工程都還沒開始，能否趕在年底落成？咁而家我哋係做緊一啲地基嘅工作，咁就關於個時間上方面因為都仲有好幾個月啦，咁我哋都會爭取喺今年。另外，在政府最新公布的後萬九公屋中，青洲方1、2地段是首個公屋項目，將新建5棟樓高34層的新公屋，提供2356個單位，其中1房1廳有345個，2房1廳1577個，最大的3房1廳434個，爭取在今年內動工。目前還不曉得是經屋還是社屋，當局期望連接青洲方公屋和珠澳新通道，帶動周邊的營商環境。預留咗一條人行嘅通道呢，就向北邊去，而家嘅民主嘅苗圃，按照我哋嘅規劃呢，就係未來粵澳新通道嘅其中嘅一個組成部分。咁亦即係話呢，未來青洲方1、2嘅公屋群嘅居民同呢一個新通道嘅距離呢，一街之隔。後萬九公屋土地儲備預計能提供6300個公屋單位，其中青洲方1、2地段就佔40%左右。未來當局也會在新城填海區預留土地，用作新建公屋。歡迎今日光臨澳門萬象嘅嘉賓，澳門立法會嘅高天賜議員嚇，歡迎高議員。你好。一齊關注下住屋嘅問題先嚇，睇翻組數據先。係啦，2011年嘅前11個月咧，本澳出售嘅房屋一共有16290套嚇，咁價值方面就係成交係560億元啦。咁非居民買家咧係1成2度嘅，佔到嗰個總值嘅1/4左右。上年嘅第3季度超過咗400套房屋，均已係超過400萬澳門元成交。12月份每平方米平均價格已經係升到咗53254元嘅，咁亦都係較11月份係增長咗39%嘅。財政局表示啦，咁價格攀升因為分別位於澳門半島、氹仔同埋路環嘅3個大型高端發展項目嘅銷售所致嘅。咁當前本澳嘅新盤睇翻價格方面，尺價基本上係大概係5000、6000蚊左右啦。咁以1000尺單位計算嘅話係500-600萬起跳嘅。咁樓市亦都係呈現出2個板塊嘅。新樓咧係基本上由外來投資者炒起啦嚇，咁本地居民只負擔一啲區份稍為欠缺一啲優勢嘅，例如二手樓等等嘅。咁亦都有唔少已經入伙嘅豪宅盤咧係空置㗎嚇，好多人都認為係因為嗰個外來嘅炒家比較多啦。咁我哋知道澳門而家嘅樓市嚟講，基本上分成2個系統，一個係私人樓宇市場，一個係公共房屋市場。咁包括社屋、經屋等等，希望喺保證呢個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嘅同時，喺公屋方面亦都可以令到好多居民咧可以受惠，令到呢個惠及面可以係最大化嚇。事實上而家房屋政策係一個我覺得未來行政長官都好頭痛嘅，因為事實上如果你睇回歸後至今咧，我哋見到咧特區政府所批嘅土地係非常之平嘅，但係發展商咧好大程度、絕大部分可以咁講咧，全部都係攞嚟做豪宅嘅。嗱，我手頭上典型嘅例子就體現到咧馬會對面個10幾棟所謂非常之高嘅啲豪宅，2房1廳可以賣到1300萬。當時我都唔相信嘅，我話叫我啲同事去睇啦。而且確我手頭上體現到嘅2房1廳1300萬，4房咧就去到1700至2000萬，而頂樓咧頂樓係可以去到過億嘅。咁我想問特區政府咧，你批地嘅時候批得咁平，可以唔理由得佢去起豪宅唔緊要，但係啲豪宅係邊啲人去買咧？啲豪宅就係外來嘅人，內地嘅人，即係14億人口嘅人士。當然咧，
咁多財富一定係會買起嘅。其次就香港同埋外國人豪客，啲豪客買豪宅。咁而家我哋所有啲批嗰啲土地呢，就係俾出邊人炒，形成咗我哋澳門呢，而家一個局長啊，坦誠講，佢都買唔到樓㗎。就算佢買得啊，佢都買得好辛苦。所以我哋嘅中產呢，已經係變咗窮人啊，而個窮人呢更加窮。所以而家房屋局做緊所謂未來嘅10年嘅規劃呢，我好希望呢，就特區政府唔好再玩嘢啦，唔好當澳門人呢係傻人，唔好再將澳門人呢，尤其是年青一代將來讀完書，我唔知佢哋會係搭棚呢，住啲難民營嘅塑膠嘅屋喺天橋底嗰度住呢，定係點？因為根本上冇可能，你租都租唔到，買都諗唔到嘅。所以咁樣嘅做法咧，變成咧真係一個非常之澳門好慘嘅事。其次咧就係你而家未來嘅10年咧，竟然咧特區政府咧冇考慮到公務員啲房屋嘅。而家啲公務員房屋咧就係咩咧？俾外國人、外籍人士咧80幾間政府財政局嘅房屋就俾佢哋住。其次咧就係內地學生嚟澳門讀書，就將政府財政局啲屋咧就俾佢住。咁當然咧要講啊，唔好嘅大把，但都有啲好嘅啊。最近咧第三上次委員會保安司司長嚟到，咁好開心係第三上次委員會，我係裏邊嘅成員咧，都體現到咧一致，即係差唔多個個都同意一樣嘢。究竟特區政府會唔會留翻啲地俾佢自己起啲房屋俾紀律部隊啊？希望呢樣嘢借鑑可以俾埋民職，同埋有冇土地呢？係俾特區政府啲政府部門嘅，冇可能法院係個商業大廈嘅，一年又一年講完又講呢，都係繼續講呢個問題。啲囚犯同埋啲商人同埋啲澳門市民一齊搭 lift 上去上邊。咁呢個根本上係一個非常之醜嘅，冇可能你自己身為特區政府呢，冇諗到俾你自己去起翻個合住，每年呢係要嘥幾千萬過億呢，淨係租地方俾啲政府部門去做。咁呢個係咩嘢事呢？咁大家都明㗎啦。回歸後你歐案嘅時候已經開始呢，佢開始已經係揾食㗎啦。佢一開始咧就為佢自己，咁齊好多人都係咁樣去做，咁造成咗今時今日呢個文化仲未完嘅。所以希望而家只係我哋有一個希望，就係行政長官咧真係出嚟咧，整翻乾淨晒所謂我哋嘅土地嘅，否則嘅咧繼續咁樣維持落去咧，其實澳門市民咧係唔會開心，呢個對於社會和諧完全係冇幫助。而且同民生方面都係息息相關，因為土地係一個澳門好稀缺嘅一個土地資源啦嚇。咁未來包括民生方面嘅用地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好寶貴嘅資源。好多市民好關注一啲土地嘅批給方面嚟講，之前我哋都有關注同埋探討過，就係呢個好低嘅日價金方面嚟講，好似即係對商人有個傾斜啦嚇。咁另外一方面就係樓市方面嗰個特別印花稅嚟講，好多人都希望可以繼續加大啲力度嚇，打擊呢個好坦誠咧，留10招咧根本上都冇用嘅，當嗰啲係澳門人。澳門其實咧個關鍵咧就係政府嘅土地嘅政策裏邊出現一個嚴重嘅問題。第一咧就係個土地法遲遲都唔出現咧，就因為方便咧某些嘅人去方便佢哋發大財嚇。以澳門嚟講，整體嘅問題就係咩？3幾個人咧就可以控制晒成個澳門嘅資源。你睇下而家最流行嘅講緊嘅就係機場對面嗰幾幅地，你竟然咧今朝早先至檢察院咧澄清咗，就話特區政府冇話咧問過佢哋去有關了解關於嗰個問題嘅。咁其實咧特區政府都唔應該去問咧法院嘅嚇，對於裏邊涉及嘅問題，因為司法獨立咧呢個係毫無疑問唔應該咁樣去做。其次咧冇可能咧，冇人會相信特區政府唔知道法院咧有一個案係行緊嘅，而佢裏邊咧係行緊個咩程序。當然咧，你喺考慮
佢個申請嘅時候涉及行緊程序嘅檔案咧，唔應該咧去考慮批俾佢嘅，應該停止，直接到咧呢件事連結咗之後，得到法院嘅是否有罪冇罪，嗰件案點樣去判，跟隨嗰個法院嘅判詞去執行，而唔係咧喺劉少雄，我都今時今日都係一個謎嚟㗎，都唔知道佢究竟搞緊乜嘢。有咩可能咧繼續批俾佢？呢件事亦都需要咧廉政公署去介入㗎啦，因為已經有好多疑問同埋令到我哋澳門市民詫異，究竟嗰5幅地機場對面咧點解歐文龍時代嘅時候出現問題，法院行緊，而特區政府喺劉思堯管轄嘅部門咧，仍然咧批給多啲地咧俾呢間公司，呢個係好唔負責任嘅做法。其次就係至今特區政府咧仲未出嚟呼籲俾澳門市民同埋外籍人士或者內地嘅人咧，唔小心去處理，即是小心去買賣嘅。因為呢樣嘢要呼籲㗎，要話俾人聽，因為唔係個個都有嗰個信息。內地嘅人唔睇澳門報紙嘅，亦都未，就算睇都睇唔到呢個信息呢一方面。間公司都唔講出嚟，佢涉及一個官非嘅。咁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係咪特區政府要承擔呢個責任啊？去呼籲，尤其是消費者權益。消費者委員會都應該出嚟話俾啲人聽，呢個公司係涉及一個官非，如果你哋買賣呢，你會將來有個冒險。係啦，咁啊，相關話題我哋稍後翻嚟繼續關注同埋探討啦，稍後見。繼續關注澳門萬象，大家好，我係劉仲志啊，繼續關注同住屋相關嘅話題啦。咁最近政府亦都係公布咗石排灣經屋嘅售價，一齊關注下。全澳最大的公屋地段路環石排灣公屋群首批竣工的 CN3 地段，居雅大廈共有1824個經屋單位，房屋局公布平均尺價為1137元，比早前開售的湖畔經屋便宜47元。其中一房一廳大約340平方尺的單位售價由48萬到62萬元不等，最大的3房一廳只有618平方尺，最貴賣109萬元。雖然比湖畔經屋要便宜2成，但石排灣地段偏僻，使用面積又大縮水，只有1/7左右，是新經屋中最少的。綜合考慮到呢個地區嘅問題㗎啦，佢無論喺邊個位置咧，都係用經濟房屋家團嗰個購買能力。房屋局預計最快要到明年第一季就可以拿鎖匙上樓。不過早前開售的永寧和湖畔經屋一房一廳單位還有剩貨，如今居雅大廈再推出近400個同類的單位，會否無人問津呢？600幾至700個啦。咁我相信350幾個應該都可以清得到嘅。當局又透露，月底會詳細公布剩下的公屋項目有多少是經屋，有多少是售屋，以及下一個預售的經屋項目詳細情況。另外，截至目前為止，經屋輪候家團共有7317戶，當中選擇澳門經屋的輪候家團佔了過半數。咁作為好多市民嚟講，尤其輪候緊公共房屋嘅市民嚟講，非常之關心兩方面，一個就係輪候期幾時上到樓啦，一方面就係價格方面嘅問題。咁我哋再關注下最近幾年尤其澳門一路以嚟嗰個樓宇供應量嘅情況。地產業界指出下，90年到99年住宅單位係年均落成量係大概8750個左右嘅，00年到11年啦，即係上一年啦，年均落成住宅單位係僅有1847個，供應量係遠比90年代少嘅。咁同期咧人口又增加咗啦，咁外僱又上升啦，加上人口增長令到住宅供求關係係趨緊嘅嚇。咁呢個係基本嘅情況同埋數據，應該係即係私人樓宇方面嘅市場嚟講啦嚇。咁輪候嘅情況，香港政府立法規管一手樓宇嘅銷售，要求全面採用實用面積，開售前7日內派發售樓說明書，開售前3日係公佈價單啦首份價單同埋其後發出嘅價單所披露嘅物業單位數量，視乎項目嘅規模啦係設定呢個下限嘅。發展商亦都係需要喺開售前3日公佈流程，如果係作出呢個
失實嘅陳述或者虛假甚至誤導性嘅呢個資料咧，最高將會有個罰款嘅500萬元啦，同埋監禁7年嘅。咁即係法律上面都比較完善。咁睇翻澳門嚟講，好多市民上一節我哋提到，即係印花稅方面，即係可唔可以或者係其他嘅手續嘅措施嚟到加大嗰個對於炒風嘅打擊。其實咧兩方面嘅，因為除咗打擊嗰個炒風形成一個公平嘅價錢之外咧，其實買嘅樓宇咧唔係買菠菜咁簡單咧，因為好多時你淨係實用嘅面積同你實佢嗰個本書介紹嗰本書咧係好大嘅差距嘅。咁呢個嘢係因為咧多年來咧我哋冇一個法例咧係去規範咧呢一個情況，相信咧不久將來咧嚟緊立法會有關嘅法例咧會比較好啲。但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而家事實上我哋喺澳門係需要多啲社屋同埋經屋嘅。點解需要多啲社屋呢？因為事實上貧富懸殊呢就越拉得遠嘅，而有好多人呢跟隨唔到而家我哋嗰個生活嘅水平嘅。而生活嘅水平嘅來自因為好多樣嘢都係壟斷嘅，令到樣樣嘢都貴。咁變咗好難咧去真係租到一間屋嘅，所以而家個特區政府所想話輪流時間要4年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唔合理嘅，因為既然你而家已經開始計劃未來點樣去預留啲土地啊，有關社屋同埋經屋咧，冇理由要等到一個人要等到4年咧可以上樓嘅。我哋個睇法咧，最多係2年嘅，冇可能係要等4年。其次咧就係一定要預留足夠嘅土地咧，俾社屋同埋經屋嘅。尤其是兩者都係要均勻咧，因為事實上而家中產咧係買唔到屋嘅。頭先我都講到一個局長而家都唔夠膽去買間屋嘅，因為事實上局長都冇呢個條件買啲豪宅嚇，私人係同內地嘅人去競爭去買間屋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咧啲社屋同埋經屋咧需要有質素嘅，我哋不能夠咧好似咁醜咧，好似永寧經屋咧一梯10伙。2個 lift 只係載得6個人你諗下，如果翻工放學翻學放學放工嗰啲人咧，點樣要等幾耐先有個 lift 打？其次咧就係啲質素係非常之差嘅，啲木竟然係可以裝啲膠門嘅唔係空心嘅。咁其他啲設施咧譬如啲煤氣管係生鏽啲窗樓底又唔夠2.6米呢啲咁嘅情形咧令到我哋好懷疑究竟特區政府收樓嘅時候咧係非常之求其嘅，又唔需要追究責任喎。我本人做咗個書面質詢咧，關於永寧經屋咧，等緊佢回覆。咁我希望真係可以賠償翻俾啲住所謂社屋啲人士或者經屋嘅租緊啲樓宇，可以真係交代呢啲唔係人住嘅樓嚟噶嘛？啲人同我講，當時我現場上係笑住想喊住落樓嘅，因為啲屋嘅真係好慘，真係好渣咯。我希望呢個係一個借鑑，唔好再重複，唔好當啲社屋同埋啲經屋咧就係一種咧施捨出嚟嘅。做法嘅，特區政府係一定要顧及一啲偏遠之中咧，佢哋始終都係人，而人咧需要做人嘅住得嘅樓，呢個係好關鍵嘅。其次就係我想講少少咧，關於登記幾時開始登記俾啲人咧去登記攞一間社屋同埋經屋嘅？呢啲係要盡快開嘅，冇可能而家29000個，當然咧今年咧一定趕唔到19000個經屋社屋嘅。但係你就算有後備嗰幾千間咧，都唔足夠俾我哋而家現時澳門咧，無論啲偏遠咗啲人同埋而家中產絕大部分嘅人咧都買唔到樓咧，係需要盡快俾佢哋登記嘅。其實特區政府唔夠膽面對嘅現實，事實上好多人買唔到樓㗎。而家啲人咧為咗點咧？希望咧通關24小時咧，因為大部分好多人咧都喺內地咧買咗樓或者租咗。喺內地我識啲朋友2房都可以1000零蚊、1000蚊1500蚊都買到，都租到2房3房都有㗎。即係變咗點解個距離拉得咁遠咧？呢個事實上係一個唔負責任嘅做法。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特區政府有好多係自己嘅樓，回歸嘅時候有幾千間嘅。
但係而家咧剩翻幾百間。但有一樣嘢好得意咧，佢就好浪費嘅，因為佢自己嘅屋咧，佢攞咗翻嚟之後咧，又唔拎翻出嚟租翻俾啲公務人員，寧願咧攞呢啲咁嘅屋咧，擺晒啲爛家私啊、冷氣啊、梳化啊、電器啊，推晒埋去。最近有一個笑話就好得意，喺美富帳咧，就有啲2層高嘅屋㗎。咁啊，我個朋友就住喺呢度咧，啲個2層高啊已經有成50年嘅樓年嘅啦。咁佢都住咗30年啦。咁佢收到財政局嘅電話，就話啊，你上嚟咧，我哋想請你嚟我哋嗰度傾有關你嘅事項。咁啊上到去咧，佢就話嗰個官員就問佢：你住得開唔開心啊？因為呢個樓年咧已經50年啦，你有冇意思去轉咯？即係轉第二間屋上去啲有電梯，佢話我冇啊，我住得好開心，因為我自己都花咗好多錢咧喺內部咧裝修，整到好靚，買啲油咧日本油咧油都好好嘅，住得好開心。咁點解特區政府會咁啊？原來有個發展商背後咧想攞個成個區嘅嚟發展嗰啲樓，咁隔離咧有5、6間咧又係2層高喎。即係叫咗啲人轉咗第二啲樓，當然咧每個人都有唔同嘅選擇嘅，有啲人中意轉，有啲人唔轉。但係轉咗之後咧，佢就點咧？佢由得佢爛，由得佢廢，跟住就擺晒啲爛家私喺隔離咧，收回咗啲嘢，變咗好浪費。咁其實然後後邊有個荒謬，有個陰謀嘅。以前咧已經有一個發展商想攞個城，但係唔成功，想攞成個區嚟去發展。而家咧再次再嚟，我覺得呢啲咁嘅好唔尋常咧，可以財政局可以做呢啲咁嘅嘢，引啲人上嚟咧，氹佢咧搬去第二度咧，跟住再去發展咯。呢啲就係特區政府嘅政策嘅，你所以幾黑暗啊！即係令到我哋好詫異咧。今時今日歐文龍事件就出現啦，10個墓地未解釋，而家。機場嗰個醜聞啊，呢個第3個醜聞啦，就係咩呢？就係特區政府漏歐文龍事故之後，你特區政府再批啲地俾佢，今時今日呢個第3個醜聞肯定啦。咁仲梗要等多幾多個醜聞咧先至？我諗都係時候呢，行政長官咧換啲司長噶啦，唔掂啊，咁樣唔掂當，繼續行落去呢，我哋都唔知究竟邊個係帶領我哋嘅特區，究竟係啲有勢力嘅商人咧，定係我哋真係啲司級官員咧帶領緊我哋裏邊啦，係去邁向前咧。因為咁樣嘅澳門人咧好辛苦啊，好難喺澳門生存嘅。因為呢啲年青人咧根本上睇唔到個未來啊，因為打份工啊1萬零蚊啊，根本上你係完全咧8、9成都去咗租金啊，咁點住點食點生活咧？係啦，所以希望好多政策嘅訂立方面都係以市民最大嘅權益啦，同埋福祉作為一個依歸啦嚇。咁喺房屋政策方面同樣如此啦，咁保證到澳門居民一個最基本嘅民生方面嘅居住嘅權益啦嚇，有個長遠嘅規劃啦。多謝各位收睇今日嘅澳門萬象，再會。